150公分的數位點餐熒幕，動動手指點選想吃的壽司。壽司郎全台第4間，也是南台灣第1間全新 Digiro 數位回轉壽司店型，正式進駐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。瘋狂點擊熒幕上掉落的鮭魚卵，取代部分傳統回轉壽司的呈現方式，讓消費者透過大型熒幕瀏覽餐點，完成點餐，再由數位回轉鏈快速送餐至座位。用餐過程中達到指定進度後，也將隨機啟動互動遊戲，增加娛樂性。我覺得蠻特別的，就是因為有大熒幕點餐，然後有遊戲可以玩，這樣。也居然有辦法想到可以把這個壽司去做電子化，而且避免了那個不乾淨的問題，然後還有一些衛生上的疑慮。壽司郎配合新店開幕，除了祭出多項優惠，也同步公布2025年台南熱銷商品。在眾多品項中，由生鮭魚奪下冠軍，再來是蒜香花枝天婦羅、炙燒起司鮭魚以及炙烤鹽味生鮭。其實我們都還是會根據我們每一次開店，然後去做一個考量。那因為台南這一邊的話，我想就是其實真的不只是在地的台南在地的消費者，其實也還蠻多觀光客也都會來台南這邊做消費嘛。對，那也是希望說借由這一次的開店，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可以體驗到這個新的數位的回轉壽司。因應餐飲數位化趨勢的重要布局，壽司郎希望透過科技提升點餐效率，優化消費體驗，未來也將依市場回饋持續擴展數位店型。記者陳懷台的報道。